有好多人咧，而家經常都話自己有社恐呢個特點嘅，咁可能咧就要意識到社恐咧根本原因唔在於你社交本身有幾難，而係在於咧你好擔心自己喺社交過程當中俾人哋留下嘅印象唔好。呢啲咧就源於我哋自我形象咧過度關注啦，咁對他人嘅評價咧係非常恐懼嘅，或者過去你可能經歷咗不愉快嘅一啲嘅社交經歷。關於呢件事咧，我哋可以嘗試咁樣寫下你嘅擔憂啦，分析下呢啲諗法是否合理同埋有依據。我哋可以點做呢？第一，要降低心理期待，對自己做一啲嘅心理暗示，譬如話參加一個聚會之前咧，話俾自己聽，唔識講嘢都冇關係㗎，保持禮貌應對都 OK 㗎啦，冇期待其他人對自己有幾熱情，做出乜嘢反應。我哋保持一個平常心去對待他人咧，就好好噶啦。同埋咧，要知道每個人嘅反應咧，都係佢自己一個投射，要做課題分離，冇將他人嘅反應咧歸咎於自己係咪做錯咗啊？點樣啊？第二就係接納自己嘅不完美，冇過度咁在意他人嘅評價，冇追求完美咧，而係要學識去欣賞自己獨特之處。記住啦，你嘅價值咧一定唔係取決於人哋點樣睇你，而係你對自己嘅認知同埋對自己嘅接納。第三咧就係小步前進，逐步適應。面對社交場合咧，可能你要小範圍嘅聚會開始咧去練習，同信任嘅朋友開始交流，逐漸咧慢慢增加自己嘅挑戰，令到自己嘅舒適區慢慢向外成長。咁每一次嘅成功嘅社交經歷咧，都會增強你嘅自信心嘅，幫助你更加有自信、更加好嘅去應對未來嘅挑戰嘅。第四咧就係肯定自己，肯定自己做出每一步嘗試。你要學識喺任何時候，第一時間咧要肯定自己，你要同自己講：哇，呢一次真係唔錯嘅嘗試喎，我盡咗力，我為自己自豪。等等呢啲正向嘅心理暗示係好重要嘅，而唔可以對自己講我都係做得唔夠好啊。好多生活當中發生嘅事情咧，都可以幫助你更加嘅了解自己。其實是否完美唔重要嘅，但係擁抱真實自己係一個逐步成長嘅過程。通過認識自我啦，接納不完美，小步前進，培養正念同埋尋求支持，我哋咧都能夠喺社交中揾到自信同埋快樂。讓我哋一齊勇敢面對，做真實嘅自己啦！關注尹老師，你會越嚟越有能量。